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新北市邦桥幼稚园甲囡仔饲药仔风波检调，经过在约谈3名教保官，市长侯友宜第3届会时咧暗示讲要甲家长进行座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派军指控去年8月朱学兴甲伊强迫甲伊染甲伊针，目前朱学兴承认性骚扰，暂停所有录影行动。这个方面接近中央去上强也针对16县市发布大水护特报，家人10指拢传出饮水的情形。在新北市邦桥幼稚园甲囡仔饲爱困药案件，检方今仔搁再约谈3名教保官，问话了后，拢以2万块交保。根据了解，这园长甲各路为教保官是讲，家长有同意甲这囡仔呢，或者教保官甲因饲这感冒药水。不过，伫囡仔身躯顶却检验出这个巴比妥药物这款的成分，这药啊是对倒位来，检方即马要查清楚。另外，这个案件有家长4月就卡1999去通报相关单位，确实拢无处理。市政府今日开记者会表示讲，清查了后4月是无接到陈情，正式时间是5月15开始，当天因就有处理啊。在接受访问了后，幼儿园4批园长这人陆续以2万块到5万块交保。检方展开的第2波搜查，最高局约谈3名教保员说明，询问了后有2人以2万交保，1人请回。新北市邦桥某一个幼儿园老师敢若饲囡仔安眠药这个案件，根据了解，园长甲侪名教保员拢讲是家长同意饲囡仔这个感冒药水。伫检经依照查扣的监视影像，比对翕到被饲药的囡仔，家长拢有写这饲药单，验过部分监视画面消息，医院需要来调查。而即阵这间幼儿园昨日就要向会址接受许可，42囡仔要转去倒位读也真侪问题。我们也是家长都是突然被通知的，收到简讯吗？是才说协助转校。我反问一下各位有小孩子的，剩2个月的时间，小孩子要转去哪？尽管教育局协助囡仔到一间连锁幼儿园的其他分校去读，显然家长是无放心，只有12个人同意。除了临时转学时间真紧迫，家长也不满。教育局反应真慢。刘美芳议员4月就已经接到陈情，而且他是公开场合来表达对这件事情的关心。有议员伫4月就接到家长的陈情，验过教育局伫5月中才启动重大儿童虐待案件相关机制，并且到幼儿园稽查。1礼拜了后提供病院免费检验。6月7号协调到幼儿园抽回来检测，对通报到处理，比这期是一直拖。4月份完全没有本案相关的陈情，所以我这边要特别澄清澄清，正式的就是5月15号。相关依法争议，要教育局特别暗时找家长开团体咨询说明会，若无对外开放，也向用改做1对1的咨询，也被批评，敢讲是要对家长来安打。接到反映说，因为涉及到隐私还有相关的情况，所以我们调为个别咨商。规个案件一直拖开，至少8个学生体内被检验出药物巴比妥，也真侪家长真烦恼。卫福部特别成立咨询专线了后，已经接到超过59通来自新北市家长的询问，也有6个学生来看症甲检验，并且希望做问法的检验。最主要是担心说，假设有服用过，那后续会不会有长期的影响？还有就是检验，如果想要再检验，那怎么帮他们忙？其实巴比妥是3级的管制药品，也是法务部归类真多3级毒品的成分。到底对倒位来，是甚物人造成囡仔去接触到这个巴比妥？相关单位是毋是有会务来处理？看社会行政组织甲追究责任，这疑点甲问题拢等待一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囡仔欢欢喜喜去幼稚园要读书，却互这教保员饲爱困药啊！这款的情形就发生在新北市的邦桥。这市政府也互人批评讲，处理代志拖刷上过慢啊！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讲，这新北市政府处理确实有较慢，无符合社会期待，希望因赶紧来做，赶紧挽回。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是第3届会时咧，今仔日表示讲会检讨，暗时会来办市长见面会，真心和家长座谈。每一个孩子的伤痛都是我们的痛，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也知道这段时间新北市政府做的不够多，不够好，
我们会不断的反省跟悉心检讨。面对新北市政府幼儿园饲娃事件发展，校友义工市政府成立联合专案小组，以重大儿童虐待事件处理，会加强囡仔家长的安置、心理咨商甲健康照顾。不过，民进党立委是质疑新北市政府的讲法甲家长反映内容矛盾，关键监视器画面消失，爱新北市政府积极处理。行政院陈建仁讲，新北市政府的处理确实有延误。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确实有所延误。我们希望这个侯市长跟新北市政府都能够积极的亡羊补牢。我们从恩恩案一直到今天的幼儿园，首长本人永远是神隐，永远是把过错推在别人的身上。因为饲娃案细汉囡仔互人验出残留属有管制药品巴比妥，互规个社会拢真意外。高雄市长陈其迈指示清查儿童院所开药的状况。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要求加强平衡室的稽查。我们也会加强相关的平日稽查。那同时，我们对于教保人员不管是他们资格的审定，包括管教方式、情绪管理等的研习，这部分我们都会持续做，而且会持续的加强。由卫生局主责来做一个在一般的诊所跟医疗院所在这个使用开立的状况来做一个清查。各地顶首长拢正重视专业防止类似的状况搁再发生。校友义初到暗时要办市长见面会，亲身甲家长座谈。副市长刘浩然答应后礼拜23会伫议会进行专案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新北市伫咧林口呢，有一间顾婴仔中心传出讲，这内面的主管虐待婴仔情形，可能是这囡仔会车装袂配合换尿珠啊，直接乡长就甲囡仔 QQ 打打，甚至拍大腿。家长知影了后，就向这社会局申请。目前这名主管罚15万，也但顾婴仔中心是去罚18万。新北市幼托状况真侪，南口一间托婴中心，互家长控诉今年4月发生虐待囡仔的状况。是说他在学校的部分的话，有被执行长凶，然后有被执行长用裤子丢。家长到托婴中心调监视器画面，清楚翕到执行长替2回后生伫涂骹换尿珠的时阵，过程真粗鲁，甚至因为囡仔得令出手线囡仔大腿4下，互家长袂当接受。我觉得你有你的情绪，你当下你有你的方式可以去做调节，而不是直接这样子把你的情绪发泄在小孩子的身上。而且小孩子才2岁，我不确定是不是有其他的小孩子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家长他们不想要曝光，然后就这样子被掩盖过去了。新北市社会局接到家长通报，5月派员到托婴中心客载时阵，负责人表示监视器故障，无法度提供记录。社会局要求限期改善，园方嘛超期无提供，所以罚12万，也对这个执行长重罚。依据《儿少处罚》第97条，予以裁处15万元之罚锾，并公告姓名，且该人员3年不得至托婴中心任职。我们在午休时间。喂。托婴中心虽然持续营运，不过记者上门采访，家庭们诱来无愿意受访。社会局是讲，就监督管理不周的部分，原来裁处机构6万块，佮加提出准公托的资格。记者综合报道。胜诉了风波一直标，这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派军指控去年8月朱学恒甲强迫、甲强揽、强奸。咱若这朱学恒进前所写的切结书也甲向公开了，朱学恒也承认讲确实有甲胜诉了，暂停所有节目的录影。也那时代力量的党员刘树杰也互指控胜诉了，讲伊甲人乱摸。这时代力量目前是要调查，刘树杰也发出声明，讲要来退党。另外，民进党立委提名人李正虎因为这个党内反弹，也个胜诉了风波，宣布退出立委选举。喝酒的问题是我的错，我没有说任何的借口。朱学恒的面色是真叮当，为着伊骗说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曾派军来的会室里，曾派军切白伫面册指控讲，去年8月做伙食饭的时阵，和朱学恒2摆硬揽硬จิ้，对方佫讲非伫你明仔载嘛袂记哩啊。曾派军讲家己毋是唯一一个受害者，佫公开切结书，朱学恒线顶放上嘛承认。我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了，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记忆跟足够的判断力。那所以，我绝对承担所有的后续后果。那么要保护当事人，那有涉及这个
需要做这个调查，当事人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样的态度很难获得社会的接受。批诉的议题伫政坛是一直烧，后代大口角，时代力量的党员刘树杰嘛，互逼出疑似批诉，互指控讲硬钢筋摸查某囡仔的下体。刘树杰是面册关起来结点点，找到高体当声明，是咧讲的扩大调查。那我们也非常呼吁他不要再，就是说现在这种关闭脸书的状况，尽速出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讲，对受害者和社会大众是真正足歹势，嘛会调查刘树杰伫入党了后，敢有其他的性病事件。另外，媒体人李正浩嘛意外宣布退选新北市第9选区的立委选举，要给民进党一个空间。所有那些躲在荧幕后面的键盘侠，对我肆无忌惮抹黑的人，我会一一提告。民进党党中央表示尊重嘛真可笑，希望李正浩会当坚守民主大联盟。建议上去甲接李正浩讲，永和是困难选区，建议派永和后溪里长曾明恩。记者综合报道。国家影视厅中心董事长拿祖伟昨访指控讲，伊接甲人性骚扰，拿祖伟唔承认。那赢立委是要求文化部就要检查严办，那作为下晡透过面册铺文表示，强调伊无想要成做政治牺牲品，表达想要撕掉这部。真正是有人甲亚康质疑讲伊接甲人性骚扰，那作为昨发布3点声明，表示会追究责任。不过伫咧初9。是搁在发文感谢文化部，也针对着这场风波无想要辩解，也无想要做这政治的拍马虎，表达讲愿意撕掉这部的意愿。伫台北北投有一间牛肉面店，进前逼出讲，甲这个倒背水准的去煮面店内面，这台北市卫生局去稽查，发现分店无投保产品责任险，总店也无标示这牛肉猪肉这原料的原产地，也佫有使用这基因改造食品，这寡部分拢是违反食安法，这2间店分别罚3万块。另外有网青所创立的品牌，韩国的金针菇所卖的泡菜，甲这葱泡菜2项产品，拢有掺违规物件。这卫生局即马也要去检验，讲敢有掺这防腐剂甲甜味剂，那种违法超过标准价，上当罚到300万。台北市卫生局初9公布调查结果，发现讲分店是无投保产品的责任险，总店是互查出讲无标牛肉、猪肉原料的原产地，含使用基因改造食品所无标示。2间店拢因为违反食安法，一间拢罚3万。另外，总店的现场佫有一寡卫生的问题，无去update食品业者登录资讯等等，已经开限期改正单，但倒无最煮面无包括在内。请这个分店它要立即改善。那因为它是这个暂停营业的状况，那我们会视它那个恢复营业的时候，我们会再前往去稽查。金家 A 的品牌最大的目标是想要还原餐厅现煮。伫镜头头前介绍因的韩国料理 ，YouTuber 韩国的金针菇创立品牌，作逼出 Kimchi 和葱仔 Kimchi 2款产品拢有违规的添加剂。因随发声明回实咧，除了甲产品落价，而且开放退钱。因讲制造商无甲讲，就家己加有糖精钠盐成分的糖粉。卫生局随过去稽查。糖精钠盐它本身就有添加的一个适用范围。那目前只知道业者口中讲的是糖粉，那糖粉到底是不是镁粉，好，或者是代糖粉末，不确定。好，所以这个部分要再去厘清。如果说一天只是吃个1次，甚至是每天吃的话，那是不是都会造成这样的毒性呢？其实基本上它的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耐受性非常的高，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也不会有任何的累积。或者讲糖精钠盐对人体影响无介大，卫生局讲检验上紧10天就有结果，若确定有假，就是违反食安法，上当会当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所以观众朋友来看这高雄的岭雅区一个做目工50多岁查甫人，对5月20日开始，伊的身躯就伫咧发烧、头痛、食袂落等等的症状，去到病院看医生采检了后，今仔确诊是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而且伊是今年全国第3例，也是高雄的头1例。这位患者经过治疗了后，目前已经出院登去处理休困。
那截至昨日，总计在个案的工作地周边捕获23只的老鼠。那同时在这个工作地的周边也查获到大量的鼠鸡。那因此研判个案可能是在工作地遭受到感染所致。那同职场的接触者目前有1人没有出现相关的疑似症状。高雄市卫生局伫5月27接到通报，发现一个做木工的查甫人，家己带做伙也无出国，随去伊的徛家和工作地点消毒。市政府表示讲，这人类主要的感染方式是接触到这个鸟鼠屎，或者是去互咬着伤。这汉他病毒的潜伏期上长有到2个月，发病了后，伫咧第3天到第6天，可能会出现的症状，部分患者会休克。上解好的方式就是物件唔通乱囤，油喷也爱收好势，减少鸟鼠，就会当减少汉他病毒。讲到今仔日中昼这雨水是细细来，是因为这方面来接近。中央气象局今日针对16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加人中昼这落雨，搁在单位讲，这雨水一声来了伤过济，真济所在拢积水。也那新北市甚至有一寡路段也拢淹水，加在是无造成搁较大意外。每次下来都是这样子，湿湿哒，整条路都湿湿哒哒的啊，上下车的行人都不方便，鞋子都湿湿的了。李定讲，大概路段雨排水未赴，路水积水，民众要过脚一定澹落。这是基隆市中和路这块地，车到中昼落大雷雨，为山顶流来的雨水向灌入来大排，搁加路边的水沟啊消透未赴，唔知路严重积水，汽机车敢来当撩水过。这当冻5趟水哦，你10趟水落来，伊冻袂掉就漫出来。下大雨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排水来不及的话，就会这样子。最主要是会淹水，怕淹进来啦。这里是我们整个综合路段最低洼的地方，造成它积水。虽然它也有排水箱海，但是排水箱海已经不足以能够顺利的疏导这些积水。落大雨的时阵，家人搁一直单位讲，包括中山、中正、安路这些所在，拢出现道路积水的情形。另外近家人的新北市市中昼嘛是向雨规通道，新台5路积水严重，规条敢若河哩。双北地区还有基隆以及这个宜兰地区都是有发到豪雨的情形。那其他地区的话，主要都是山区，还有中南部的平地都有来到大雨的情况。未来1个礼拜的天气都还是比较偏不稳定的情形。另外，大雨嘛造成宜兰县境内旧苏花公路39.8公里的所在发生路边真侪土石崩塌，交通中断。公路总局已经派出工具机来抢修，希望会当赶紧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这黄山雨的帮助，这月潭的水位规会涨起来，这欠水率已经来到97%多。来这行大的民众，真侪人拢无伫咧看故事，就有人伫咧脚踏车头顶头钓鱼啊。立月潭风景管理处表示讲，若唔听可能者上当会当罚到100万。水若是湖面配上那天甲白云，景色真水，好游客是一直翕相。黄山雨带来雨量，和立月潭的水位渐渐回升到高点，跳水率已经超过97%。潭区的月月湾水位也回升了。景色啊，会比较填满整个湖面，那整个水的一个样式也比较漂亮，尤其是出太阳的时候。游客讲，最少的时阵，天色目屎变做天空之镜。毕竟也有真侪游客转来到立月潭，也吸引袂少钓鱼的人来到潭区钓鱼。不过游客讲，袂少钓客拢伫潭边，甚至是脚踏车倒来钓鱼，甚至也有人休起钓啊，可能影响游客安全。不是要让人家钓鱼的地方，而这是让人家欣赏美丽的山光的辐射的。那咱无船竿吼，都袂去甲人去交钓啊啥。实际上，到潭边看卖，不少地区拢有设置警示牌，也明确讲袂使钓鱼。立月潭管理处讲已经经由公告，明确通知潭区袂用钓鱼的范围。劝导不听啊，日南管理处将会给予依据《发展观光条例》第64条，给予5000块以上10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立月潭管理处讲，立月潭包含脚踏车道甲码头拢是袂用钓鱼的，除了加强巡查，若是可能不爱听，就依照规定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人真爱唱歌，部分社区大楼内面拢有 KTV 的空间，放这个电脑伴唱机。即摆传出讲咧，台湾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函予各类社区的管委会，要求公用的卡拉 OK 就要纳钱，若准唔纳价就要告因侵权。智慧财产局表示讲，这社区的卡拉 OK 式构成公开演出行为，就要付钱才当合法使用。只是希望讲会当大声来做协。唔通一声就讲要降告。卖古野起来唱歌，你办公室放伴唱机，互里面参加唱歌班来唱歌。不过这伴唱团每年拢需要交钱，合法处理版权，将活动来使用。公播会的部分，1年一次，每个月灌新歌，就要2500块。歌唱班有继续，我们都有跟他买版权。那你办公室唱歌，社区大楼也定来式 KTV 式放电脑伴唱机，互住户因唱歌。至台湾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最近发公文，互真侪社区管委会要求公司的卡拉 OK 式电脑伴唱机需要付费，若无违法，应该告侵权，引发讨论。是有这样一个规定，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机管团体好好跟这些社区的管委会或者是社区的这个人好好去沟通这个事情啊。如果有争议的话，可以跟主管机关来申请调解啦，也不希望权利人、机管团体动辄就兴讼。依据301电脑伴唱大授权新制度，形态再分做3类，营利性适用对象是小食店、卡拉 OK 店；文化教育公益性适用里民中心；公益无营利性适用社区大楼。智慧财产局讲，社区卡拉 OK 室虽然无对外口人开放，也毋过确实造成公开演出的行为，需要取得著作权人也是伊所加入的机关团体授权，才使合法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昨法国有一个申请难民身份、被拒绝的叙利亚查甫人，伊伫咧公园内面拿刀啊乌白杀人，造成2个大人4个囡仔受伤。这受伤的囡仔上细汉是要到2岁尔，加在这囡仔目前状况是真稳定。救护车将伤者紧急送去，受伤的4个囡仔年岁伫1岁到3岁之间，其中包含1名英国籍加一个荷兰籍的囡仔，目前情形稳定。另外2个受伤的大人，其中1人伤势严重。伫现场看到的人对凶手提刀啊攻击，各向囡仔冲过来，实在是唔敢相信，因为安息定一向是治安真好。Des dizaines de personnes qui courent dans le sens contraire de moi. Je me demande ce qui se passe. Et d'un coup, il y a une maman qui me dit courez, courez, il y a quelqu'un qui poignarde tout le monde tout au long du lac. Il a poignardé des enfants. 案发的时阵，有囡仔伫游戏场咧耍，佮走来走去，家长就伫边仔，嫌犯提刀挖紧佮攻击，4个拢是真惊吓的叽叽叫的声音。因看到伊伫走找因下手的目标，攻击一个坐伫婴车的囡仔。警方赶到现场将伊制服，高证实嫌犯是31岁叙利亚人，已经伫咧瑞典摕到难民身份。Il connaît la réponse de l'administration française en 6 mois, pas d'asile, puisque vous l'avez déjà en Suède, et qu'il passe à l'acte dans cette crime absolument ignoble. Et moi, je voudrais avoir vraiment un certain nombre de signes religieux, de signes chrétiens en l'occurrence.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这案件真着惊，佮严厉谴责。目前已经知嫌犯无犯罪或者是精神疾病记录。初步了解，这案件并是恐怖攻击。警方表示，嫌犯为瑞典来到法国，去年庇护申请无通过，不讲伊是一名叙利亚基督徒。在这案件发生的时阵，伊个话做耶稣的名。根据嫌犯政府的讲法，嫌犯表示无想要搁踮伫瑞典，过去无出现暴力的行为。公视新闻恩惠玲报道。6月7日是世界海洋日，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有发布影片，伊是感慨讲，这人类活动致使地球温度过升悬，扰乱着天气，也个海流，改变海洋生态，甲食物链。所以人类就要采取更较侪行动来保护海洋。那日本的核废水排放大海工程，按算月底特别完工。香港政府将有可能会禁止福岛一带的海产进口。巴西利亚圣康拉多海旁边，人人举着手，正做长长的人链仔，将要徛满规个海花线，甲海洋结做一体。边仔有人咧清理海波，这是巴西人用拥抱海洋的方式纪念6月7日世界海洋日。今一天联合国嘛办纪念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佮录影片，呼吁人类爱采取更较侪行动保护海洋。
The ocean is the foundation of life. It supplies the air we breathe and food we eat. It regulates our climate and weather. We should be the ocean's best friend. But right now, humanity is its worst enemy. This World Oceans Day, let's keep pushing for action. Today and every day, let's put the ocean first. 古迪瑞斯讲，人类行为造成地球温度升高、扰乱天气模式、甲洋流，改变海洋生态系统，甲食物链，严格这状况大力改变。去年通过禁止有害渔业补贴的多边协定，加到2030年，至少要有效保育管理三峡陆地海洋甲沿海地区。 暂时有针对结束塑胶污染的全球协议大力谈判。今年3月，佮完成 BBNJ 国家管辖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育佮永续利用协定的草案，用集体承诺来实现保护海洋的行动。日本核废水排去大海工程特别伫月底完成，这个月初5展开排海泵坑注入海水的工程，又佮引起附近国家反对佮日本居民的抗议。单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向海洋一排了之。 这种为了本国私利、损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做法，说服不了国内外民众，只会让日本蒙羞，让周边国家及太平洋岛国的民众受害。对此，香港政府嘛伫初9表示，若是日本核废水开始放流大海，得采取严格措施，禁止活动等311灾区沿海水产品进口到香港。另外，卖对其他有可能受到污染风险的日本城市出口的水产做严格的管制。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英。 讲到这个黄色阿拉比亚的大粒鸡龟，20年后搁再出现伫咧香港。这车閘伫咧香港的青怡岛展览2礼拜，一届阿拉比亚毋若搁较大只，也有18公尺悬，是成双成对的。这阿拉比亚是由台湾的文创公司所制作，主办单位表示讲，这2只代表双喜临门。 比伫边仔被判拖船也较悬的2只黄色长链鸭，慢慢经过香港岛甲九龙中间的水道，来到有定展示的地点青怡岛。伫码头边等待1点钟以上的香港民众，赶紧摕相机甲翕相机来翕得真少看的画面。这2只黄色小鸭受香港委托台湾的文创公司所制作。当地湾仔工程师蒋先生指出。 2013年，当霍夫曼头一摆在黄色小鸭访问香港，伊也伫当时展出的尖沙咀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刻。这摆黄色小鸭悬度有18公尺，比10年前的16.5公尺有较大一寡。当时这摆是2只斗阵来展示。主办单位甲霍夫曼拢表示，除了代表有朋友对远方而来，也有双喜临门的意思。希望2只黄色小鸭会用带予香港市民相传的幸福甲欢乐。 3年前，就家己一只黄色小鸭，捌伫台办设立甲巴西圣保罗来展出，原本归人港也伫展出的计划中。不过霍夫曼认为，当时台湾的主办单位甲伊单纯的艺术作品当作商业的出头，所以讲临时取消归人的展出。即摆香港的展览有定到6月20日为止。对了，是毋是会伫其他的国家也是城市来展出？霍夫曼并无正面的回应。国视新闻徐嘉玲编译。 非洲国家乌干达正正通过可能是有史以来上届严重的反同性恋法案。那准方认定是严重行为，法院就会当甲因判死刑。历史真侪感染到这 HIV 的患者，拢唔敢去互医生看，未来真有可能因为安尼事引起更较侪人去感染到 HIV。 乌干达顶个月底通过反同性恋刑法，相当会当判处死刑，会当讲历史上上严厉的反同法案。新法颁布了后，已经影响 LGBTQ 性少数族群的医疗资源。那相关组织的资源变少，病患嘛因为惊起 LGBTQ 优先诊所会互人注意，求医的人数大降低，互较早对抗艾滋病的成果可能会拢乌有去。You know, this clinic is an LGBT clinic. You can come, express yourself to the doctors. You feel like you can say anything to the doctor. But going to a live, it's not an LGBT clinic. It is mixed, straight people and gay population. So talking, and you can find there a friendly doctor knows you. 乌干达境内有限 LGBTQ 的诊所本来就无偌济，即马大家拢伫注意，未来是毋是会当营运也毋知。连过去长期支持这诊所的赞助者，也因为惊互人立做支持同性恋的强权，毋敢搁捐送。In terms of support from donors and allies, some allies have pulled away.
we have donors who are nervous about continuing to give their support because they've been also listed out somewhere as supporters and supporters of recruitment of young people into homosexuality. 虽然生活甲有小可调整，单纯承认家己是同性恋未妨定罪，毋过有部分保守民众甲执法的部门开始用新法案来做骚扰 LGBTQ 人士的借口，互一寡性少数族群毋敢伫厝诶放一寡卫生必需品，也是寻求医疗资源。以前就有研究讲，甲同性性行为列作犯罪国家，同治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性，颠倒比一般的国家悬真济。虽上因为过去20年的国际协作，乌干达妈妈为了红婴仔艾滋传播已经减少将近10倍 ，HIV 感染案例嘛大大降低。毋过新法案上路，有可能互这个成果拢了去，也互相关族群拢真紧张。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刑法的诽谤罪敢有违背宪法的？宪法法庭今搁再宣判合宪，认定诽谤罪符合比例原则，甲言论自由是无违背。不过也补充讲，这诽谤事件若牵涉到公共利益者，只要有合理的查证是真正的，就袂予处罚。诽谤罪处罚规定，整体而言，与宪法第11条保障言论自由之意志尚属无违。宪法诽谤罪是毋是有侵害言论自由，是毋是无算罪的？经过大法官审理了后，宪法法庭查到宣判符合宪法，认定诽谤罪符合比例原则，甲言论自由无违背。当代民主社会的事实性资讯提供者，无论是媒体或一般人，均应负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查证义务，不得恣意散播不实或真假难辨之资讯于众。虽然判决无违宪，不过宪法法庭嘛确立真实抗辩条款，诽谤罪牵涉到公共利益，只要有合理查证，会当相信真实，准讲资料来源有错误，伫无重大漏错恶意的情况下，都未处罚。诽谤罪不应该除罪化的一个理由，是因为这样会让有钱人他可以变得到时候只要赔钱就好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说法。在进前的言辞辩论庭当中，法务部捌主张列做诽谤罪违宪，敢若用民法来请求赔偿，恐惊变做有钱人条款。不过，申请人律师认为，即马实务上牵涉到诽谤罪，大部分判刑了后，拢会当换用罚金的，两方极力攻防。即届由学者罗应杰等8人，搁再认定诽谤罪有违反宪法的顾虑，声称释宪，嘛互诽谤罪是毋是违宪？20多年来，搁再互人挑战，不过到尾也是符合宪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间饭店去互人客指控讲，还未退房，房间口也放一张唔通交了的牌啊！这工作人员啊，险险啊撞入去，即马饭店是出面来解说咯。我是 Kevin。弄门市门铃通知要整理房间，这是房务人员的标准流程。但8号下晡，即间伫高雄业领过饭店，互顾客指控，要甲退房时间，房口嘛挂着毋通交了的告示牌，佮市灯号，所以也是防撞入来。顾客当时甲女朋友无穿衫咧困，惊一条，把规个过程发表伫网络社群。乍听之下就觉得说非常的不舒服，因为真的就是门关起来，里面的隐私是必须要受到重视。我也知道饭店现在很缺人，我不晓得说他们是不是有充分的职前训练。饭店证实有这件代志，表示代志发生伫8号下晡1点半左右。顾客延到2点退房，新进的房务人员无确认内部系统有通知，当作房间内底无人开门，但是顾客有靠暗锁，房务人员无入去内底，不过也是感觉非常的失礼。他是年纪比较小新进这样，那新人没有注意到确实是我们的错误那也对这位客人深感抱歉。除非能够证明房务人员有故意行为，否则不会构成刑事责任，但是仍然会构成民事的侵权行为。业者讲会佮甲顾客保险，嘛会加强当年的教育训练。律师嘛提醒，从入去顾客房间，若有证据会当显示讲伊是故意要做这件代志，有可能构成刑事上的法律责任。若是大个人有损失，嘛会当提告民事。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人报道。即摆是虾米时代啊？竟然有老师甲学生洗喙皮，伫桃园一间公立
过一个老师这影片已经见光。机关要求主管机关爱随查，也爱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即马教育部接到陈情，也等咧调查。监视器翕到有一个学生，敢若是上课较晚到，互老师念胸坎、扭头毛、拍卡窗，也翕到伫咧教室门口，几多位学生互老师检查手机了后现碎皮。另外一边学生伫咧操作机台时阵，突然间互老师拔头。桃园发生一件公立高级的老师，敢若是体罚的案件。几多段影片，互人放进网络顶。我觉得老师这样做，不管熟不熟，都不太应该这样。应该用鼓励的方式，而不是用实际去打人的方式去惩罚学生。这样，就是有话可以好好说，不要动手这样。我希望主管机关即刻介入调查，这位老师是否长期对学生施以暴力？有多少学生被这样对待？对此，桃园有议员要求主管机关爱随介入调查，也主动去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教育部证实有接到陈情，4月25有限请学校调查，依照规定处理。学校也伫咧2日完成校案通报，开防治校园霸凌营养小组决议受理。4月底接获随即展开相关的程序，并召开会议来启动调查。同时，也请该师调离该班的导师职务，并调整课程。针对这件疑似校园霸凌的案件，学校方面正依照校园霸凌防治规则的规定，伫咧进行调查的程序，也启动辅导室进行班级的辅导，强调会继续关心这班的学生的状况，并且了解师生活动的情形，做好正向管教。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东成功附近偷走一台拖帮车和轿车烧弄，可能是因为落大雨，这路上过骨失去控制，加在民众的手机有自动侦测车号加报案的功能，这手机也有定位，所以这救护人员真紧就赶到位。透早台东东海岸落大雨，个单雷公司呐，台东关成功镇基林路段发生一件路南开去高雄载满纸张的拖车，好亲像骨气失去控制，弄到上百一台小客车，小客车车头全毁，方向盲转90度，卡伫路边的护栏。就是落足大的失控啊！当时雨真大，自用小客车内有2个人捌掉伫内底，因为弄掉了后，消防局有接到手机发出求信号甲手机定位，转互成功消防分队救援队员随赶到现场，甲自用小客车内驾驶甲另外一个女性乘客救出来，送医了后2个拢敢轻伤。是值班台的人员，他们跟我们讲说，他是手机发出求救讯号，根据手机的定位，因为指挥中心有派遣到定位，我们是以定位去到现场。台东县消防局讲，只要手机有车号侦测，搁有开定位系统，车祸发生了后，手机会自动报案。啊，毋过较早大部分报案有可能是民众无细日卡到，也是手机落落就报案。啊，毋过即届车祸是台东县头一个手机自动报案定位成功救援的案例。记者综合报道。台铁公司明年要挂牌营运，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当咧筹备董事会甲决定人选，会和行政院沟通。也若要担任这台铁公司的董事长，也个总经理，除了爱有铁路背景以外，更较重要的是爱和工会也个员工沟通。台铁宜兰车站到离去车站中间的南洋大桥边的铁轨路，早起9点外，一台自强号就安尼伫咧铁轨路停等10多分钟，经过相关单位检查，原来是这车站转折器出现无正常的情形。因为2节的那边转测器有异常啊，然后我们车站先用手动的方式处理，所以它有稍微等待一下，它已经通过了。就伫台铁近年来发生侪件重大事故了后，政府决心改革，并且要伫明年1月公司化。早起交通部长王国材出席台铁庆祝大会时表示，头一届董事会名单已经提报行政院，董事长人选也已经有滚来方案，正伫甲行政院来确认。他一定要有铁路相关的背景啊，哈，然后他对于公司的未来应该有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看法，哦，因为他带领台铁走向下一个100年哈。然后他跟员工的关系或跟工会的这种沟通要有具备充足的能力。未来台铁公司15席董事会内底，劳工董事占3席，名单已经出来了，包含台铁企业工会秘书吴仲志、工会文书组组长林友铁、工会雇用分会理事长何宪平。台铁转型公司化了后，明年元旦退休离职，会领7个月有理由退金，也引发工会烦恼讲，会有真侪人退休离职。
交通部一直在说这个人力啊，他们会补啊，也有这个特考跟营运人员的招考，但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是，人就算补了进来，他不一定是有经验可以面对，就直接上手到这个铁路运输的整个工作里面。王国才表示，公司化计程中法规有真侪放松的所在，政府也提出多项的补贴，尤其未来代替公司资产开发，要来补助本业会真有机会，开发的更加有长久的所在。另外，明年3、4级保养加基础设施、旧的退付金、偏远小站补贴的经费拢已经变好，敢若剩票价差额补贴的部分，希望赶紧协商定案送到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法国在台协会今日和辉能科技举办记者会，因的董事长宣布会投入欧元52亿，伫法国设头一座海外的固态电池设备工厂，而且总统马克宏也小听，按算2026年底要投入生产。也来讲到台湾厂的部分，按算第4季要开始生产。台湾固态电池厂辉能科技找到和法国在台协会来办记者会，针对选伫法国第一摆起海外第一个固态电池超级工厂，辉能科技的董事长尤思南讲，当初时是走访13个国家，看过90个地点了后，就要选伫法国。我想有一个充沛的研发的能量的一个区域哈，甚至像法国是一个拥有这个充沛的研发能量的一个国家，好，然后还有很好的一些这个补助方案啊，这个对我们来讲都能够使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得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尤思南强调讲，未来会投入52亿欧元伫法国设厂，按算2026年底投产。考虑到法国政府伫资金、人才和税收方面的支持，另外当地嘛有集团的电力发电厂，会当摕到稳定、继续较好的集团电力。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嘛一直咧劝欧盟放宽新能源产业的救助办法，加上会当搁较挖欧洲的电动车市场，拢是辉能海外设厂的主要原因。另外，辉能嘛规划要伫咧桃园投资大票42亿，来起全球第一个固态锂废电池的超级工厂，按算第4季开始投产，员工会对100增加到1000，表示滚到台湾。我们基本上来讲还是以这个立足在台湾哈，然后以台湾的这些基础，然后再到国外，还是回归商人的本质哈。这个部分来讲，我们仍然期待市场上面的一个需求，我们来市场，然后来针对这市场上来讲进行一个回应。辉能在今年第4季，如果能够在台湾量产的话，除了让我们的电动车的产业链、供应链更完整以外，也增强了我们电动车的出口竞争力。虽然辉能一直拍拼在开发次世代的电池，但是考虑到固态的锂电池开发成本真悬，运费嘛真悬，加上良率嘛是一个大考验，辉能敢会当拢解决，甲事业对台湾固态到海外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本地要把海底豪胞桥列作是保育类动物宣布通过，想袂到有民众伫垦丁发现讲，竟然有店家伫咧卖野生的。另外，偏湖县虽然已经有公告袂当掠这豪胞桥，不过7米当地志工发现讲，这保育区的海蟹有几落粒已经去互偷掠去啊。那个垦丁这间海产店，目睭真大蕊的民众发现，竟然有5鸟背，2粒看起来差不多20公分，就直接放伫遐卖。民众是去甲向垦管处来投诉，但因过去5鸟背已经互买去啊。预定将7种砗磲贝列为珍贵稀有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可惜最后并未通过，因此目前砗磲贝的贩卖陈列，并没办法依野生动物保育法来做处理。垦管处讲，海委会去年是依靠修正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的名录，有想要将5鸟背列作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但是落尾是无成功。5鸟背还阁无算是保育类的动物，但是伫国家公园内面满级的也是头版，拢违反国家公园法，会要求业者提出来源证明，无就会推定对垦丁海域内的罚3,000。澎湖县政府嘛伫2016年公告禁版，但是7米渔业资源保育区的志工，顶个月巡查保育物证的时阵，发现至少有4粒5鸟背，疑似互偷办，真心疼。砗磲壳在海里面的那些生态功能其实还蛮重要的哈，因为它表面会有很多的附着性的生物长在上面，那甚至有一些鱼虾贝的幼苗幼生都会依附在砗磲壳的表面。
五鸟背红叫做是海中的玫瑰，落尾无法度列做海洋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海委会回应讲，是因为涉及关注民族的传统文化祭仪，因为4月整体评估了后，决定是先不放入去，会继续沟通，研议多元利用和保育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市区正检停车位，市政府去年开始，甲一寡坑咧远的活动中心改造是停车场。不过，民众发现讲，这活动中心内面有28个停车架啊，其中7个摕来种树啊，安尼是真拍算空间。停车场门口，大家排队等要停车，真无简单。则入去内底，所看到原本会当用来停车的空间，几啊位店面拢摕来种树啊。市区内资本就歹找停车位，民众感觉安尼实在真拍算。不是很好停车倒是真的，因为毕竟是市区嘛。对，好像可以把树移走。因为这边好停就是空间大，然后就重视是的浪费。这个停车场原本是新北市的民众活动中心，过去真侪年拢已经无搁再使用，就甲铁皮搭在厝顶拆掉，改做停车场。因为就在市区重要的商圈内底。所以大家拢客满。停车空间的部分，市府也会积极来研议改善。那同时呢，我们规划在7月的时候进场来移植乔木，我们也会来研议改善周边的绿美化的设施，预计可以再增加7个，总计是35个。那我们全案呢，预计是在今年的12月底来完工。市府表示，知影停车的空间无够，所以决定年底进前会甲树仔刷去别位种，加出来的停车位。袂使增加市府的收入，若是以每点钟30块来计算，一天7个车位会当收5040块的停车费。一年落来，市府会当增加1839600块的收入，算算的嘛是袂少。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宜兰罗东的北新国小伫新课公司行了后，规划真侪课程，其中一个就是媒创社团。老师带学生家己翕一个影片来关心故乡。公司台期待青春咱的梦，一个拜六下暗时7点半呢，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场有创意的囡仔，因目睭内世界是虾米款的？宜兰罗东北新国小的摄影服务队的同学，当地翕社团的毕业作品。记录的对象是罗东中心社区阿公阿嬷话剧的表演。对这学生来讲，拍纪录片是甲社区时代互动真好的经验。阮甲这小朋友做伙，阮等到较少年，会感觉心情会比较年轻。我希望因学这个物啊以外的时间，他去服务别人啦。啊，你服务别人的时阵，你较他为迄个过程当中去知影讲咩甲人相处。社团内底嘛有同学记录因阿公阿嬷经营40多年的面包车，透早就开始翕阿公伫烂面粉，下晡替因出去卖芳。沿路的观察拢是团队甲老师讨论了后，伫影片当中想要呈现的真实生活。采访的过程当中，嘛增加甲厝内人的互动。这若卖去爱搁整理啊，无人可以看袂到面包，迄拢拄拄做好尔，期限有3工。因进新课，所以我细汉的时阵，伊已经真忝咧照顾我，搁咧做芳啊，所以我感觉我大汉以后一定爱互我友好阿公嘛。108年课纲的变革，是希望会当培育学生的知识、技能甲态度这3项能力，来适应即摆的生活，甲面对未来的挑战。培养囡仔有媒体素养的概念，这是北城国小课纲的重点。不过，要安怎引导侪回受访者，对人生的经验也无侪小学生来讲，这个任务是真有挑战性。即摆囡仔吼，要给他鼓励，莫甲动，伊的兴趣就是伊未来的前途。北城国小从2008年成立教育部媒体素养政治学校开始，用拍影片来教育学生，甲故乡情感的认同，让学生会当为卡梅拉去发现这个世界未来无限的可能。记者罗敏柱、吴一修宜兰报道。有大学生伊的毕业作品就是一张台语专辑，这专辑内底唱出政治、历史，也个个人和社会关系。因决定要用台语创作，是希望保记会当继续活哩。这条歌
歌合作来来去去，是咧讲2019香港反送中的运动。因的毕业作品就是出一张台语的专辑，内容包括政治、历史，佮有个人和社会关系。就是希望讲透过用台语来创作这个过程当中，会当一边学呐，一边讲，就是这个语言有开始有人使用，伊开始活的。甘露水这条嘛是萧琴的创作，唱出艺术家黄土水的甘露水搁水一摆，也讲到过去甘露水是秘密，加在天光，即阵咱才会当看到。乐团内底，毋是每一个人对台语拢真熟手，毋过爱做专辑，就爱做甲上好。团有人伫过程当中学到新的台语词，有人伫唱歌进前会特别问主唱，安尼笑感到。学到一些新的词，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巴给这个词有2个意思，我到是最近才知道的。在唱之前，我就先问我们主唱吉他手小倩，说我这样唱对不对啊？然后说有没有哪一些发音咬字需要改的。母语的创作是愈来愈实行，毋但主流音乐界，连即卖学生的毕业作品，拢有伊的形影。毕业作品虽讲是大学时期的结束，毋过因母语创作的路拄开始。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中华乡土作家洪胜虎已经过往40年，伊的文学作品充满着农业关怀，也有工商转型的社会现象。即摆有工作室募款拍片，要改编一寡文学作品，正做底片，未来要伫咧校园内面进行巡回播送。学生认真专注看影片、田庄人、甘蔗园，拢是因生活中的日常。这次文化工作室2020开始推动洪胜虎文学定金计划，将中华乡土作家洪胜虎的作品改编翕影片，伫全国校园巡回播送。即马咱囡仔咧看文学作品的时阵，其实看文字会较困难啊，所以迄阵阮当初是想讲，即马是影像的时代啦，所以咱甲文学作品改编做影像，阮希望讲安尼囡仔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熟悉这个文学作品讲的，这其实拢甲咱的生活是有关系。洪胜虎是中华历林人，伊写作的年代正是台湾战后本土文学当发展的时。因为出世伫早产人家，写作的主题大部分描写着农村生活艰难。我感觉洪胜虎是一个真拍拼的人。伊读册的时阵，毋但要照顾小弟小妹，还佮帮阿爸阿母斗种田。我嘛希望讲，这影片吼是一个开始，互囡仔对这个乡土文学呢有兴趣，啊，连讲若有这个机缘，也是大汉有这兴趣的时阵，伊就家己去找册来看。洪胜虎文学定金计划计共有3出。头2出有想要去莅临加父亲大人，已经巡回校园80多场。第3出五土预计伫8月份开始播送。主办单位欢迎学校来直接，互少年辈透过影片，用无共款的方式认识文学甲土地。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兰到新竹对25度到31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1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